所以现在是国科王确定正式结盟吗？我倒觉得重点不是结盟了，重点是这个有没有符合台湾社会的需要，这恐怕才是重点了。所以我倒觉得这才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定调是龚郭董选总统，然后你负责进军国会，然后王金平负责巩固地方派系。都还是一样的，我讲说重点不是在选举的输赢啊，还是重点是说怎么做可以让台湾至少在可见的未来，它是一个能够让台湾平平安安的度过在未来的这种比较英文叫 critical period。其实我跟你讲，中美大战然后香港这样搞搅一搅，弄一弄，你知道吗？其实台湾还是很多困难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台湾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可以度过这个危险期哦。所以这是一个最佳策略吗？这是一个最佳策略。另外一个想法是这样的这也是我在想很久，就是说，从1994到现在台湾政治的主流就是蓝绿，意识形态的抗争，就是有一次的机会可以让国家治理变成一个选举当中被讨论的主题。什么叫国家治理呢？比方说，它是一个务实的、科学的、清廉行政，你知道吗？所以是这样的我不希望2020的选举是恐惧跟仇恨的较量，你知道吗？在恐惧跟仇恨的较量以外呢，是有另外一个选项，它是希望。你们3个人会是希望吗？你们3个人会不会是希望？那这个是什么希望也不是自己讲的嘛，希望是说，你要透过努力，所以论述还是要架构，团队还是要组织，磨合还是要做的。我倒觉得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只是我觉得这样台湾是不是有一次的机会可以逃离那个蓝绿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泥岛，这是我个人的期望。你会成为那个希望吗？就让国王跟你同方式划分。也不能这样讲这个其实这样我昨天晚上回家看那个播音节目，他说什么柯文哲都从来没有纪念过823炮战今年为了这个实在是外供其实823炮战，其实823炮战是一个深蓝的议员来跟我建议的，然后我听一听觉得有道理，就给他弄了，你知道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823炮战本来我们从2016年就开始有纪念活动，那每年都有办，所以我倒觉得在晚上播音节目里面就听一听就好，有时候政治还是要务实就很讨厌每天那些不务实的事情让整个国家一直在停滞这样。随便讲一个，就今天这个双语教育，那从双语教育，台北市从2个学校变6个学校，那今年过了这暑假变13个学校，明年要24个学校。你知道单要准备师资教材哇，这个就已经大工程了。那我刚才在讲说，我们236个学校全部校园光纤网络，每个学校2个free WiFi，国小3年级以上全部有 iPad， 讲起来很简单去做看。那个包括我们还要做那个校园这个硬体的这个防窃计划。所以是这样政治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我很讨厌，你知道吗？我在每天在政治上看到的。穿在口水战不能最代际，我就很讨厌那个感觉。所以我倒觉得说，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务实在做事的政府，这是我个人的期望。难道不要遇到困难，你知道吗？因为国家会遇到困难每次遇到困难就推给，就是不管是扁为大还是马为大，就是要不然那就糊弄事情就过去了。我很不喜欢这样。